過咧，我都希望咧大家係有一個感謝嘅心啦，讓大家係可以感恩。剩得2個月時間，呢個應該係遲到5月。好出嚟成語夾嗰間啦。咁佢俾出嘅優惠又係有眼光係活動嘅一啲商家咧，嘅睇法咧，即係要1:1咯。係啊，2個鐘就已經有效啦。即使一啲比較頑固嘅眼疾啦。在座嘅會友係可以99分鐘。係最新嘅科技防貪啦，打通咗任督二脈。秒秒